你现在要干嘛？哎，这他把病了，把病了，来好人我带你去，买好人吧。哎呀，家里现在要干啥？在屋里干，在屋里干，早点结婚了，哎干，哎，也是没把事情做。家里现在要穿了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来，走，来，来，帮我这不是，你看我，这不是阿公不？哎呦，阿公不？阿公，老公，这不是，阿公不？家里老婆呀，我在家里在搞菜。把病了，把病了，今年3岁了，这个你这个，哎呀，你家乖小你做不来呗？你我管的，欧出来管的，然后有什么没有？哎呀，我说要掉金水了，快点，快点，你昨天带着两岁，没有你唱这个，对的，咱俩是来唱的。哎呀，